他吃了。
我正为此事而来，我一同面见之公，请。臣为将公孙之酒，参见之公，请恕。而请平身，谢之公。为卿，臣我命你带领兵将镇守边关，我在教场连渡兵马，来到桃园何事啊？臣启之功，臣行之途中见许多百姓抱头为逃，我亲有方之为之公公大赏。常言道，民为邦本，本固邦宁，之公万不可任意去落，生机不信呐！之公，二位大一统，两个晋国的百姓，乃是持公的臣民，按说是弹弓不伤，就是他此结果，有没有何妨？何必这样大惊小怪呀？图案利用酒色诱惑之功，建造这江小楼，劳民伤财，兼有干大百姓，你贤之功，与不义啊！治理平于大规劝，似你这等祸国殃民之辈，死有余辜。老本次小事何必争吵？为妻明日还要带兵斥阵，你准备去吧。臣立之意，臣请之公老臣年迈，不能在朝奉君，请之公安准老臣告之归矣。公孙大夫年过70，已至告老之年，准你所奏，你回乡去吧。叶之公。
丞相不必多礼，当面走来。知公，今日多上早朝，把国家大事置于不公，只是重新检责，饮酒去了，这饮酒嘛，倒也罢了。那么还在高楼之上，勇当宫上人，只打得众百姓东堂西散，叫苦连天，是何也？我当什么大事？原来是桩区区小事。小事不见，即微臣大事。况且是公，身为一国之治，不知勤政爱民，反用当公伤人，以此为乐，难道这还是小事吗？好丞相，但他不信，乃是不伤，你又何必强逼太甚？难道是你就忘了君臣之分了吗？走啊！周监子，想你身居大夫之职，不知尽忠报国，反来修建桃园，劳民伤财，引诱之公事，不理朝政，饮酒取乐，胆大不信，你真乃是无福之辈也。
将他斩首，怎奈那赵盾乃3朝元老，况且先父在世，又将我玉妹装进公职，许配他子赵朔。不若将他斩首，只恐满朝文武不服。恐你杀死赵盾，臣才有妙计。好，就依亲家行事去吧。立刻老子他就疯了。
来，司命，开炮！
既有人前去行刺，哪有此刻触怀而死之理？分明是你诬陷于我，请持公将他治罪。你却知了。那此刻乃是你父家将宗的，是他见我乃是忠良，不肯加害，故而触怀而死，任你口若悬河，以南朝谋杀大臣之罪。分明是你将我的家将杀死，反乃诬陷于我，任你舍日离任，也难逃这欺君之罪。你真是大大的奸臣！你是奸臣，是奸臣，是奸臣！忠者自忠，奸者自奸。故有一林傲神拳，乃外邦所赠，能辨忠奸。水中水奸，只公身心明鉴，满朝文武尽知，怎能用魔权辨别忠奸呢？不必多奏，内侍宣裴豹带领傲神拳上阿殿。裴豹带领傲神拳上殿呐！参见之功。裴豹将领傲神拳放出，以辨忠奸。立直神拳，你要运给我。傲神向苏从高头前刺客，以残害忠良，暗提民兵，见势不平，拔刀相助，引起背亲，只求速死。为臣斩了。走。我赵登定是奸臣，将主公将他斩首。好，封钦一位，上代封之职，就命亲家将赵氏满门斩尽杀绝。庄杰公之带进宫来驸马，按此意思，领旨下殿。臣弟是小妹的。好，他赵氏满门下卷。
赵盾欺君误国，并不安顾，朝杀赵氏满门，恐马恩赐一死。皇帝公之随之进宫，这一头发王朝几个人？哎呀！好日，
臣，公职德厚秉正，干预不疏，何曾治行？要到病迟，相中哦，甘草不红，可有故儿？这知道不曾听见过有这位药材。去吧。哦，传来，传来。你为何神色慌张？我是个曹泽一人，见将军威严神武，心中有些害怕。你定有下来，并无下来，并无下来，并无下来。下边放下。哦。按要搜，好，请走。去吧。哦。方才言过江东居士甘草夺火为火，里面也有我人。
我屈而复转，此事万万不可泄露。倘若走漏消息，我陈爷一死是无关紧要。倘若孤儿有一差而错，可叹赵家3个鱼口冤得成。要将这秦国主的银台与孤儿同庚子，去做斩地杀尽也。哪里范可风，我
你公之身下是男是女？乃是一女，婴儿何在？落地而死，尸首呢？被我抛在玉河之内。还胡言再回什么？起吧！我乃太后亲赐，侍奉公主，谁敢动我？那我听你絮絮叨叨再回什么？仁兄有所不知，庄姬公主在宫中生下一子，为小弟保持宫来了一生。七夕赵家有后，3个月口的冤仇得罢了。唉，这报仇而死是谈何容易呀！贤弟此话怎讲？那万不见此进宫搜骨，未曾搜持，因此帐下榜文在外，3日之内有人献出孤儿，赏赐千金。若不仁贤，要将晋国中全国的婴孩与孤儿同根者，举动斩刑杀之。真乃豺狼心肠啊！贤弟，难道是这孤儿就无有救了我？小弟死得一起，特来与仁兄商议。贤弟你有何妙计？我将孤儿抱至仁兄家中，由仁兄抚养。小弟有一丝名叫金戈，与孤儿半长半大。仁兄，你去持守，就是我陈因隐藏孤儿不显，那奸贼必然将我与金戈杀死。一来救了孤儿，二来救了晋国中全国的婴孩。仁兄，你看此计如何啊？贤弟这里来，何事啊？贤弟，我来问你，这舍命父母何难何易？唉，自然是舍命容易，复古难呢。赵啊，贤弟你来看，兄已是风中残年，早晚生死未卜，怎能将孤儿抚养长大？不如将这舍命之事就让与兄了吧。贤弟，你不必多虑，你将金戈报与我家。贤弟，你去持守，就是我公孙持久隐藏孤儿不显，那奸贼必然将我与金戈杀死。到那时节，贤弟你安心抚养孤儿，岂不是
就是了。
你为何变天变色？我动杀人，有些害人怕。不要害怕，将尸首拖了下去。故而今在何处？现在寿阳山公孙初旧的家中。黑袍铁链，去至寿阳山，将公孙初就抓来见我。黑鹰，你与公孙初就有仇，无仇有恨，无恨，都。既无仇恨，前来出手，分明有诈，小贼人，推迟他了。什么？小人有下情。请那小人与公孙初旧原无仇恨，只因大人有帮恩在外，3日之内有人献出故儿，赏赐千金，若有知情不举者，罪上加罪。小人有一丝与故儿同根，有恐牵连在内，故而前来密人告。稍事老狗到此，你可敢与他治对？情愿之对。离过一旁。
神鹰，哎，神鹰，大人，先不有功，看上。且慢，小人不愿领赏。这是为何？我想故儿谢于大人，恐被人陷害，小人有一思，还望大人另眼看待我父子才是。好，老夫膝下无儿，就将一子摆在老夫膝下，以为民兵一子。你夫妻二人在我府中吃饭安乐茶饭。多谢大人。陈宁，随我来呀！陈宁，随我来呀！
命镇守在边关，此兵闻名心当寒。血染征袍是无灾，不知何时不两鬓斑。镇守边关，是今已有15载，其息自兵已退。昨日圣旨到来，先王引驾，新旨登基，调拨回朝，议论朝政。不想此番回得朝廷，定于赵家报仇雪恨，终究有人马可齐，举义齐备，办事还朝，办事还朝。
臣为将求见公主。好说。是。启禀公主，为将军求见。哦，为将军来了，快向他进宫去。为将军进宫。迎去。
为父的因私行事，扶上来。陈老先生到，陈老先生到，有请，有请。请跪下，我且用言语试探，但愿他始终良，好报仇怨。哦，陈老先生，请。少来问候大将军汉他。岂敢！陈老先生驾到，未曾远迎，当面是罪。敢来，与陈老先生看坐。慢来慢来，大将军在此，哪有小人的所为？有话叙谈，坐下。坐下。哦，多谢大将军。恭喜陈老先生，贺喜陈老先生。喜从何来？你献去了孤儿，幸得大司寇的恩宠，如今又换了这身荣耀，享荣华，受富贵，岂不是一喜吗？这个想当年谋在桃园，与大司寇争吵了几句，如今回得朝来，还望陈老先生在大司寇面前多多美言句句，与我二人加以原来为此。我想陈老先生乃大司寇之近人，此事万不可推却。事成之后，我也要千金奉赠。大将军，恕我陈英老迈昏庸，此事万难从命，告辞了。你哪里？想你贪图富贵，漫游囚笼，今日老夫与你讲话，你还是这样洋洋得意，皮鞭。大将军，我他的富贵马金鞭，漫游囚笼里头，即便大小皮看了不难看。
将军，大将军，那孤儿他不曾死亡，他今在何处？现在小人的家中。呸！他分明是你的儿子，怎是孤儿呢？大将军呐！当年我与公孙出丘定下一计，他舍性命，我舍娇儿，方能保全孤儿的性命。寿阳山手持当堂摔死的，乃是我的儿子，名叫荆轲。如今孤儿已然长大成人，改名成了我。哪不听你的一派谎言？那孤儿左手心上有朱砂公之一颗，装进公之一人，便是真假。此话当真？哎呀，大将军呐，你若不如此，我也
适才不知事情，独有得罪。岂敢？那先生，此事为何不与公之说明？公之有知深公，无法奉行。倘若走漏消息，岂不前功尽弃了吧？哦，原来大将军，自从你离朝之后，图纨绔这个奸子横行霸道，民不聊生。今得大将军还朝，一定要除却此色，一来与亡命之害，二来与他招架报仇的才是啊！此事还要定计而行。全仗大将军，范老先生，此事要与孤儿说明，方可行事。大将军大方宽心，赦免孤儿，no，包在我的身上。全仗陈老先生，不敢告辞了。慢来，后面备酒，以陈老先生养心。就是不敢告辞了。慢来，干我是怪罪于我。如此恭敬不日，聪明这是啊！说是金陵，就是金銮宝殿，我儿是
关吹窗，拿破粗篮，抓来见我。孩儿遵命。早去早回。你是何人？竟敢擅闯营林？公公们与我红了吃去！叫他上前答话。是。我家庄稼
什么名字？名叫涂安国。你师父灭臣走。就在这次看见这老少不离离，万事无奈去靠我快看看，都能笑是谁？了不是。
告座。儿啊，你往哪里去了？孩儿方才打猎去了，不想在夜里遇见了庄吉公之。哦，怎么，你遇见了庄吉公子？正是。他对你讲些什么话？是他言道，他有一子，乃是被奸臣所害。后来呢？后来是我提起爹爹与义父的名字，不想公之大怒，将孩儿赶出来了。爹爹，他自被害之事，爹爹可知么？为父知道。就请爹爹与孩儿讲上一讲。好，只有画图一次，你拿去看来。是。哦，原来是个故事啊！不错，是个故事。好像这个穿红袍的与穿白袍的不合。这个穿红袍的将穿白袍的杀死了。我儿看的不差。爹爹，为何又有许多人被杀死了呢？你且坐下，听父告问。来，是。这个穿红袍的是个奸臣，他用酒色诱惑君王，在桃园胆大不幸去了。这个穿白袍的乃是胆大的忠臣，他劝说君王正往奸色。这个穿红袍的怀恨在心，在金殿之上用魔拳将穿白袍的腰上，又在君王面前搬弄是非之道。穿白袍的有欺君之罪，君王昏庸，驾驭下了旨意，将穿白袍的满门家眷300余口举头斩了尽，杀去了。这个穿绿袍的乃是穿白袍的儿子，已被奸臣所害。他的妻子乃是君王的胞妹，当时身怀有孕，违背斩首，带进宫去，在宫中生下了一个婴儿。生
了孤儿。这就好了，等那孤儿长大成人，也好替他全家报仇。哎，只怕难。这个尖子他要斩草除根，带人校尉进宫搜捕。弟弟，那孤儿他不曾死。不曾死，但不知是被何人搭救了呢？这个传千里的人儿将他救出宫去了。被一个传千里的人儿救出宫去了。后来呢？这个尖子进宫搜捕，未曾搜出，因此帐下榜文在外。3日之内，有人献出孤儿，赏赐千金。若无人献，要将金国中全国的婴孩与孤儿同根者，举督斩尽杀绝。石大哥，传千里的人儿愿将亲生之子藏在这个传黄衣的人儿家中，传青衣的前去吃手，直到传黄衣的隐藏孤儿不现。大天子一闻此言，太杀老校尉前去搜查，搜出那个家班的孤儿，他做帅死了。传黄衣的上前叛命，也被那奸贼狠毒毒的一击杀死了。石头他
是我？庄姬公主就是你亲生之母，你就是那奸贼害人的女儿。
卿为了何事？今当清明佳节，小儿在郊外打来野味，一来祭奠先灵，二来共赏佳味。但不知还有何人？并无外人。两枪退下啊！我还要与大司寇同饮几杯。是来了同饮几杯呀！臣服，畅饮几杯。大司寇请。为何不见赵家父子在朝奉君？只因赵盾欺君无过，秦王在世，将他全家斩首了。新君登基，可曾问过赵家的功劳？功可抵过呀！难道那赵家就无有后了么？在寿阳山死了于是时来斩草除根。斩草除根，干净的很，干净的很，干净的很。告辞了。怎么？还有一位贵客要见大司寇，是哪一个？来来来，你抬头望他。金子，你的死期到了。两位头上。哎呀！亲人仇人见了面呐！管教你老